趁着今天早上刚带到曲宝来到了牧场，就听到了小羊的幼嫩叫声。曲宝迫不及待和这些小家伙打起了招呼。这边是大羊，这边是小羊。这个时节，母羊们生了很多小羊，所以在牧场管理羊群的人比以往要多。姑父这话要跟着羊出去，我也赶忙掏出了我得意之作。姑父把捂耳朵拿在手里试了试，显然十分满意。刚把羊群放出圈来，叫声此起彼伏，小羊们更是兴奋的活蹦乱跳。把羊赶到附近吃草后，曲宝就取出了他的小熊饼干。曲宝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小羊，正对着他大声训话。放牧的时候稍不留神就会有小羊落在原地，要小心看着这些淘气包才行。像我们平时放牧的话，一般会带上糌粑，在休息的时候随便一坐，揉好糌粑就可以开饭了。再带大家看一下牧场的景色，现在新的草还没长出来，夏天时遍地绿色才好看。太阳快下山时，大家都要陆续把羊群往回赶了。大羊小羊们又组成了合唱团，场面也一度十分热闹。趁着姑父打理羊群的空闲，我刚好去生火，待会儿做一个土豆炖牛肉。曲宝在帐篷里发现了一件自制的乐器，